誰都年少，無知中懇求過。如果賺夠就買樓都不做，想放下無謂自尊枷鎖。誰願每天肚餓 ？Covid 過後很奔波，要努力奮鬥去接單，加速餐飲送上日復日的兼職，太累仍擺在心裏，你恨不得脫下那面具，偏偏說真話太易踩到玻璃碎，要努力奮鬥做個兵哥，走得多快脆。現實像踩單車，那路途跨區都去，即使不能流露半點苦水，你有你的根據，全力為了交租去面對。如果成世人屈機屈成世，